哈利路亚！这是咱要用喜乐的心，咱要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得到医治，伊每时刻的医治，每时刻的保守，互咱拢是有充满平安、充满伊的安慰。是咱继续用歌声来敬拜伊，哈利路亚。是你为谁我心情，救主耶稣的宝贵。是你为你我心情，救主耶稣的宝贵。上帝存在有个，我是应该何如？
这是咱举起咱的双手，哈利路亚。我不相信我落我的主，专心专意恭候你耶稣，一心一意我主应要的目标，勇敢地走在路跑道。天空天正做我做，做主心嘅宝贝的奇美，你风稳定的充满关爱，好我来临充满你大能力。我不相信我落我的主，专心专意恭候你耶稣，一心一意我主应要的目标，勇敢地走在路跑道。天正做我做，做主心嘅宝贝的奇美，你风稳定的充满关爱我，好我来临充哈满利路亚，咱要举起咱的双手来敬拜伊，哈利路亚。我不相信我落我的主，专心专意恭候你耶稣，一心一意我主应要的目标，勇敢地走在路咱要跑宣告，咱一心要来分对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对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。对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。哈利路亚。对耶稣。咱决心决意分对耶稣，我爱你耶稣，对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。举起咱的双手，相信何乐咱万王的王，专心专意荣耀你耶稣，一心一意我主应要的目标，勇敢地走在路跑道。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拢有一生的目标，就是耶稣为着咱所立的目标，跟对耶稣，为着耶稣来跑走头前的路站。感谢主，今仔日引带咱来到伫伊的圣殿，咱伫安息日就应该来敬拜咱独一的上帝。所以咱来到伫遮的人，拢是上帝所赏赐祝福的，上帝看做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咱这时咱要来祈祷。咱要来用 RPG 来祈祷，每一个人才会当来操练祈祷。咱的 RPG 会记起吗？第一个是啥物话？来，咱将咱的手举起，学了咱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上帝。第二个呢？来，咱来复习一下。第二个，咱要来为什么？今仔日特定，咱来为台南新航医、台南神学院，今仔日是因的纪念主日，所以咱来孝念这间学校。第二个，咱到伫遮的时阵，咱就为新航医来祈祷。第三个是啥物话？
祝福你为着对方来祝福，吼。然后咱即摆来两个人来找两个人，咱大概伫3分钟内面，咱要来甲伊祈祷来，咱即摆来互相来找来，咱勇敢来带伊来 RPG 的祈祷 ，RPG 两个就好，时间较袂遐长，两个吼。哈利路亚，哈利，将咱的手举起，学乐咱的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学乐天顶会被创造一切遮的万物来享受互阮，感谢学乐主，一人一句就会使，一句了换另外一个人，叫轮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圣神来，圣神来伫阮的中间。主，你来接纳欢喜阮伫你面前的祈祷，祝福阮每一个人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阿乐主，阿乐主，哈利路亚！阿乐主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会神小组来祈祷，会神小组在哪里呀？手一个，哇，咱要来祝福这个小组，来甲伊拍鼓啊！上帝祝福这个小组，来，咱举起咱的手来，为着这个小组祝福祈祷。1、2、3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要祝福伫咱的会神小组，主啊，你祝福伫小组长，祝福伫因的同工，主啊，互伊充满伫主你的灵内面的力量，主啊，互伊对主你热情，主啊，每一届小组聚会。是从迄个上水的会馆享受伫迄个中间，所以你享受每一个姊妹，虽然有年岁，但是伫主你的内面，你着健康，你着属灵的成绩。主啊，我感谢阿乐你的名，因为你要奉献阮的会神小组，哈利路亚。咱做伙来迎军队，哈利路亚。军队耶稣。
是阮将一生拢献予你。一心一意，活出荣耀的模样，勇敢的走在标号中。一生一意，一心一意，活出荣耀的模样，勇敢的走在标号中。哈利路亚！咱来宣告，我所采标就是耶稣基督。来，咱做伙来宣告，讲来，我所采标就是耶稣基督。用歌声，归予咱的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！